前一段是马来西亚来的。马来西亚吉隆坡来的。吉隆坡。马来西亚738，昨天2点多到。738。搞不好他很多东西是到以后就到马来西亚想得上装好了。没有，我要拍几张给没来的。200多。3支水管是放2元，然后其他不是包扣掉。你天气太热。照片看还是要抓住啊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还加人呢。